流星之中下了一颗葡萄。对。因为人家都是婚前财产，跟你也没关系。人家结婚前就买好了。当我说价钱的时候，价钱要不然看到满大街都是。100块没赚到你妈。那么凶黑。是这是。帅哥这里面。
这个是什么呀？雪莲锅是早上最好的。雪莲锅。哪一个是不吃的？你现在要一个吗？只能发快递，要一个吗？托运这么长啊，只能发快递。一样。对，来我给你讲讲，就是昨天给您说的那几个东西。你讲讲。啊，这只能托运。这是锁呀。你慢慢给他送，他特别高兴。这个东西嘛，送到不是你的。这个还挺漂亮。还要一个吗？太鸡呗。
打电话再说。看几个？蓝牙接。